好，我是赖伟一，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高雄柴山有着壮丽的自然景观以及丰富的生态资源，被誉为都市后花园，更荣登全台湾国家公园第2大热门景点。却在近日传出柴山阿朗伊秘境碉堡遭到涂鸦客入侵破坏，引发民众不满。自管处已经介入调查，并着手制定防范措施，好保护这片美丽的自然资源。高雄柴山面望台湾海峡，登山远眺，海天美景成一线，并在今年1到8月成为交通部观光署公布的台湾国家公园到访游客人次第2名。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已经是都会区中不可多得的后花园，却在日前传出柴山知名景点阿朗伊秘境中的原始碉堡遭涂鸦客喷漆乱涂一通。民众得知消息后，纷纷指责涂鸦客这行为相当不对，也没有公德心。就是非常不好，然后还是维持自然景观的这样状态，就是它会破坏它原本的那个样子啊，这样还要花费另外的钱去处理它。那个所在我也行过来遍啦，真的很漂亮。我一讲到看，结果涂鸦较，把迄个碉堡涂鸦啊，规个色伫遐中间呢，真正破坏啊，伤个严重。同时啊，互咱的百姓有这种观念啦。这大自然的物件，你就不卖甲破坏，还是应该是安尼较对了。阿朗伊碉堡内外都被涂鸦，导致原始风貌不复存在。寿山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接获通报后，也迅即派员前往了解。自管处表示，涂鸦客这种行为已经违反国家公园法规定第8条，破坏任何公物与设施，将会追查并处以新台币3000元罚锾，而罚钱事小，重点在事后清除喷漆。如何避免2次污染现地，自管处也相当伤脑筋。寿山国家自然公园的公告禁止事项上面第8条其实有规定哦，就是如果民众随意去破坏我们的公物或是设施的话，其实是要处3000块的罚款哦。那累次累罚哦。你看这么多的那个涂鸦涂成这样，那我们如果因为现在目前为止还在请专业的厂商去评估一下，到底是要用清洗的，或是后面要再用覆盖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其实都造成了我们处理上面的一些困扰哦。对于有民众建议自管处应该设立中英文双语告示牌，阻止这类涂鸦情形再度发生，自管处则表示会与相关单位研议外，也提醒民众阿朗伊有多处落石情况发生，已经有贴出公告，请民众别再冒险进入。记者李佳龙高雄报道。柴山登山入口处原本有着5只铜猴，多年前少了1只，登山客最近发现又少了1只，怀疑是被偷去卖掉。里长出面澄清，日前里民捡到掉落的铜猴，已经交还观光局保管。柴山入口处起初有5只铜猴，原本就已经少1只，最近又不见第2只，登山客怀疑是被偷了。里长出面澄清，没有被偷，是里民捡到，而且已经还给观光局了。公物应该是公物，应该不会被偷的成分不会很大，但是有些需要钱的拿去卖了。李明看到已经掉在地上了，对啊，他拿到里办公处啊。他知道我跟观光局有在联络啊，所以我就打算到我里办公处来拿走啊。那经现场研判，车主底部有多处的刮伤因实机车通行时刮蹭导致铜猴掉落那本局也会尽速邀集厂商现勘研议改善柴山也称为北寿山，是许多登山客与游客休闲爬山的好去处。民国97年，为了步道安全，公务局在入口处设置1组铜雕猴子车挡，避免汽车进入。多年下来，可爱的猕猴铜雕也变成登山客顺手抚摸与拍照打卡的著名地标。就会看到啦，就是很可爱啦。到山上，看到那么可爱，你到山上就不会好像去欺负它，还是怎么样？小孩子都会去摸，大人是不会去摸了。就喜欢它可爱，然后去摸。对。是公务局施工的，包括这个人行步道。后来观光局已经设立观光局，公务局才移交给观光局，为的是观光吧。这边游客来爬山的很多，所以他设了猕猴，还有以前那个路口那边也有设，拍照啊、留念啊，说我有来这个地方登山啊、爬山啊。
观光局呼吁市民可以将摩托车停在清泉街停车场，虽然离登山口有一段距离，但都来爬山了，多走一段路也是很好。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绿意盎然的绿城市建设，近年虽然有着显著成果，但连续风灾的侵袭也暴露了树木养护上的问题。市议员刘德霖针对这些问题，要求市府加速检讨改进外，也希望在长照2.0的服务推动上，市府要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支持，减轻年轻世代的生活负担，共同面对老年化与少子化带来的挑战。在市区公园树木养护经费的逐年提升下，绿意盎然的绿城市也渐渐成型。但在连续风灾考验后，问题随着浮现出来。从树干太过高大无法修剪，到浅根型树种经不起强风吹袭，倒的倒，断的断，甚至引来停电和砸伤民众车辆事件。后续清理更是需要庞大经费和时间人力。高雄市议员刘德霖对此在议会总质询中，要求市府相关单位检讨改进，避免树倒事件再次造成民间财损状况的发生。所以21亿跟7亿，我们的面积我们的公园数、我们的绿地，其实都远比台北来得高所以在经费上，我想我们也会继续的来支持这个公园处的，不管是人员或者是预算的这个编列那这样才能够让我们不管是特色公园或者是公园的养护路树的这个维管都比较能够符合民众的这个期待。我们有800多所公园，希望在这个3拖2之后，能够加紧的把整个的富裕都能够赶快完成。那至于中央目前所争取的经费还没有到位，希望市长是要云知他的预备金来赶快投入，让整个的公园能够修复。另外，刘德霖也对长照2.0推动服务上的盲点，要求市府向中央争取经费，减轻家人在照养费用上的沉重压力。市长陈其迈也认同这项提议，将进行跨部门研议施行，好透过地方以及中央的经费挹注，帮助需要帮助的中低收家庭负担。这个补助我也同意刘议员的建议啦我会跟中央来反映说，我会请这个财政局、社会局卫生局，我们来讨论一下，对，这个再来跟中央反映，再来努力。对，有一些是我们自己要出的钱，像低收跟中低收的这个部分，确实你给他拨2万里这个里啊上少，这卖弄差3万至5万。完全需要重大的一个照顾的一个这些年轻人，家庭的负担的这些人，他也没有中低，也没有这个重大，也没有其他的一个对外的补助。就诚如刚刚我所讲的，要住到180天半年才有补助1万块。这上面我们年轻人太辛苦了，他必须要承担家庭的一个负担父母的一个养护，那也要承担下面我们的儿女的一个这些很沉重，这个区块是没有看到整个的中央有对于他们的一个协助。刘德霖表示，老年化社会的来临，加上少子化的影响，年轻世代背负的不仅有照养家中长辈的压力，同时也有生活开支、经济来源上的沉重负担。政府要主动提供社会福利政策，了解民众需求，加以协助，才能落实安居乐业真正的理想社会。记者李嘉荣、黄子倩高雄报道。第50届曾虚白先生新闻奖日前举办颁奖典礼，今年总共有502件作品参赛，作品呈现当代多元新闻面貌，也展现新闻从业人员的热忱跟专业。中嘉宽频长期关注社区议题，旗下的庆联有线电视更是以木子欢迎回家新闻专题报道节目，荣获曾虚白先生新闻奖的信义房屋社区营造与地方创生报道奖。得奖的是庆联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木子欢迎回家。从颁奖人手中接下奖项，中嘉宽频庆联有线电视木子欢迎回家，以温馨感人的叙事手法，记录全村共同寻根的过程，荣获曾虚白先生新闻奖中信义房屋社区营造与地方创生报道奖，也展现地方媒体的价值与力量。这次的这个参赛的节目，它其实是我们去找了山林区一个偏远的小山村，然后看见了这山村在高龄化、那人口高度外流的情况之下，那社区的长辈怎么样去结合地方的组织，那把自己的过去的记忆复刻出来，然后也让更多人可以认识这个村庄。那以
对它不管是地方文史或者是社区创生来讲，我觉得都是蛮重要的一个题目。因为其实我们讲地方文史，那谁是文史？其实活在那个地方的人，留在那个地方的人才会知道那地方的故事跟文化是什么。非常兴奋，也非常荣幸啊，这个得到这个奖，这是我们中嘉集团第2次获得信义房屋的社区营造的这个新闻奖。我们有那么优秀的团队可以创造出这样子的一个新闻奖。我们同仁投下了很多的心力和精力，也欢迎大家在我们高雄台以及 YouTube 上面来看到我们最棒的报道。素有台湾新闻界普利兹奖美誉的曾虚白先生新闻奖迈入第50届，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新闻奖项。曾虚白先生新闻奖基金会董事长刘克襄感谢民间企业支持，增加奖励的深度与广度，鼓励更多新闻工作者制作优质报道，发挥媒体力量。台湾新闻传播界重要的媒体工作者，不论已经退休的，或者目前在线上的，有大半都得过曾虚白先生新闻奖。这个奖还是持续在做着，而且越做越大。今年我们参赛的作品有502件，这对评审委员来讲压力其实是蛮大的。他们经过了这个初选，然后复审，今天终于有了47件进到这里。也因为变得多元多样的时候，我们过去的传统的曾虚白这50年，其实在过去的10几年已经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的奖项已经没办法去面对新的社会的变化跟议题的出现。所以我非常感谢民间企业站出来协助我们，所以在这里特别感谢中嘉集团，非常感谢信义房屋企业，非常感谢台湾电力公司，有他们一起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培养更多新闻的专业的人才。恭喜国立教育广播电台。中嘉宽屏携手曾虚白先生新闻奖，从2021年开始创设媒体素养奖，今年总共有36件作品参赛，竞争激烈。透过奖项，不仅鼓励新闻从业人员制作出优秀媒体素养作品，也让民众关注媒体素养教育议题。我们中嘉希望透过跟基金会的合作，提升这个新闻品质。我们也希望受益的是全世界、全台湾的每一位的观众，这是中嘉有这个样子的一个方向。因应媒体多元发展，今年曾虚白先生新闻奖中，台电大专院校学生环境与生态永续报道奖新增短影音类奖项，给学生们更多参与机会。也知道呢，很多的，包括我们的同学也会很擅长使用手机来拍摄。所以，我们今年呢，在台电所这个赞助的大专院校学生环境生态永续报道奖的短影音的作品这边呢，我们也就开放了同学是横式拍摄、直式报名今年的学生作品呢，其实比去年多了43件其实是蛮大幅度的成长那其实我们评审是很好奇，就是说，同学在关心什么？那我自己是觉得呢，今年的议题呢，主题没有很明确看起来同学都还蛮发散的。也许呢，未来我们会在强化在公共性这个部分的这个讨论希望在学校里面呢，有接受新闻传播教育的同学，可以呢掌握这个公共性跟结构议题的这2个重点走过半世纪的曾虚白先生新闻奖将踏着坚定步伐迈向下个50年，为新闻工作树立标杆，并鼓励新闻从业人员制作更优质的新闻报道，为台湾媒体素养与教育奠定厚实基础。记者林启慧台北报道。莺歌地区的凤鸣车站是因为划入了桃园铁路地下化计划所增设的车站，原本预计民国122年才通车，但是三湖三凤地区的民众已经等了20多年，长期忍受交通不便的困扰，终于在立法委员苏巧慧的争取下，先设置凤鸣简易临时车站，并在11月30号正式通车，大大的提升了凤鸣区域的交通便利性。3、2、
从凤鸣出发，拥抱美好未来。凤鸣车站正式启用。为了改善地方交通环境，串联桃园八德、新北莺歌生活圈，立法委员苏巧慧持续争取设置凤鸣简易车站，终于在11月30号正式通车启用。由于莺歌到桃园车站距离8.2公里，是新竹以北车站间距最远的一段，沿线人口密集却无中继点，再加上大凤鸣地区近年来快速发展，人口持续增加，通勤需求也逐渐提升，地方民众已经期盼凤鸣车站20多年了。如果真的要做正式站，大家要等到2033年。但是因为地方的需求非常的殷切，巧慧委员不断在争取，不断在计划，新北市政府也不断跟我们说，在这个地区的乡亲真的非常有需要，这个车站有办法，完全没有延迟到任何一天。要感谢我们铁道局的努力，还有铁道局，还有台铁所有同仁大家的努力。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说：“感谢苏巧慧委员在中央争取了经费，这个案例是中央与地方合作重要的一环。新北市府也替凤鸣火车站划设了周边人行道、200个机车位以及100个停车位，并且有2个 U-Bike 站，可以转接整个大莺歌三峡地区。”只要中央的这个经费或是政策一下来，我们地方一定全力配合。所以非常谢谢我们地方的议员一起在我们市政府跟府会这个合作下让我们的工程可以促成得很顺利。那未来有2件事，第一个，我们周边的人行道或是停车位，我们都会规划好。那第二个就是明年年底，我们三鶯线的这个福德站也会完成。所以未来这一个整个凤鸣地区，不仅有新的凤鸣车站，又有我们的这个捷运站的通车，所以对我们大凤鸣地区或是大莺歌地区整个未来的发展前景可期。所以在这边再次谢谢我们交通部所有的施工伙伴，特别谢谢我们巧慧立委以及我们地方的议员，大家一起跟市政府、中央、地方一起合作，让我们的市政建设会越来越好。立法委员苏巧慧强调，凤鸣车站的通车启用，不只要感谢中央政府大力支持新北交通建设，也要感谢在地的议员、里长、新北市府一起配合工程推动，能够把问题解决，就是大家最期待的事情。今天非常高兴哦，我们等了这么多年的凤鸣车站，不但是启用，而且已经通车了。那我相信大凤鸣地区现在的人口已经将近3万，有了这样的一个通勤车站，会对在地的居民呢，能够增加非常多的便利性。那很感谢我们铁道局所有的工程人员，真的是不眠不休，所以让我们可以如期如职的来完工。那未来呢，除了车站的部分，我们在周围的交通通勤的这些其他方面呢，也会和新北市政府呢市议员们大家一起来合作，让整个凤鸣地区都能够生活再升级。新北市政府表示，凤鸣临时车站通车之后，未来永久站将会有长达10年的施工期间，势必会对凤鸣地区交通带来相当程度的冲击。此外，在凤鸣永久站完工前，请铁道局在安全条件下，对于临时车站的改造再利用，多听取新北市地方意见，例如可以改造为停车场或是其他场馆的设施，转型供民众继续来使用。记者吕其坤、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新北市教育局近日在洪国德林科技大学举办2024新北市技职教育学国际研讨会暨未来人才论坛，携手教育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微软公司、韩国学者以及超过100名产官学界代表，主题聚焦国际合作、AI 科技及产业共育3大元素，透过探讨分享进一步计划，共组新北国际 AI 大联盟，引领未来全国技职教育发展。3、2、1，请开箱。新北市教育局携手教育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微软公司、韩国学者及超过100名产官学界代表，昨日在洪国德林科技大学举办2024新北市技职教育学国际研讨会暨未来人才论坛，主题聚焦国际合作、AI 科技及产业共育3大元素，并透过探讨分享进一步计划，共组新北国际 AI 大联盟，希望能引领未来全国技职教育发展。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也相当关注 AI 这个未来趋势，
亲自到场参加，并颁发感谢状，感谢学界、产业界对 AI 这个议题的付出。刘和然表示，新北技职教育连续7年荣获教育部评比最高荣誉优等奖，展现新北在技职教育的领先地位。我想 AI 这个浪潮这个全世界都要面对，它是未来必须跟进脚步的一个时代的潮流。所以刚刚也特别提到，大家都要上这一部车。那新北市其实对这个议题一直非常重视，我们的技职教育连续7年获得这个很多的比赛的肯定。可是我们在各个地方，我们需要更努力、更扎根的往下走，尤其 AI 未来的推动。所以从今年7月到8月，我们暑假期间办理的校长研习，不管是我们的高中或是国中小校长，我们都以 AI 当作主轴，其实就是要向下扎根。那今天我们也特别在提到，把国际的学者邀请过来，已经陆续办了好几场。我想 AI 这样的世界潮流，不仅要在地实践，其实是要跟国际接轨的。刘然也指出，这次研讨会特别表扬与新北技职学校产学合作的绩优企业，感谢跨界产业对技职教育的贡献。我想这个领域我们需要很多的方面的配合。企业界其实走得蛮早的，那我们自己是身为教育未来的一份子市政府的部分，在市府的员工，我们也其实开始做所谓的这个 AI 应用的训练。可是最基础的还是回到学校的扎根，让我们的这个教育可以从小往上。那这边也要谢谢所有老师的帮忙，请老师不用担心 ，AI 绝对不会取代老师，因为在教学里面的认知、情意、技能、知情意行，很多都需要老师的指导。未来 AI 使用的好，其实会是我们教学很得力的助手。希望我们今天的国际研讨会可以带动整个新北市在 AI 的发展的浪潮。那我们自己也希望组成新北在国际上 AI 的这个大联盟，希望透过产官学跟国际上的合作，让我们的 AI 教育推广的越来越落实。教育部次长林腾蛟则在引言时提到，教育部今年邀请大学举办 AI 大联盟，开设相关课程，而新北市能提早向下扎根，并引进产学及国际伙伴，更能培育 AI 时代的顶尖人才。新北市呢也透过这样国际研讨会这3年来，包含了邀请了美国、日本，今天邀请了韩国的这个学者专家来跟我们分享各国的一个技职教育，也作为我们新北市的技职教育推动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对照所以我想这个是迈向国际化跟国际做一个接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那谈到有关 AI 的部分那我想新北市应该是在各个县市里面最重视 AI 的这个部分那个中央的部分事实上我记得应该是在今年年初那个行政院的卓荣泰卓院长上任之后，也针对各部会的副首长包含我在内还有呢3级机关的首长、副首长也在公务人员训练中心办了几个场次的 AI 的首长共识营。那也就是希望呢，从这个首长开始那么对于 AI 的部分能够有一些的认识跟了解，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应用 AI 这个新的科技，能够呢带领这个各单位各部会的一个策略跟发展。新北教育局表示，新北技职教育致力结合生活应用及学术理论，连续3年办理国际研讨会，邀请各国包含美国、日本、韩国等学者分享交流各类国际关注议题。除了符合未来科技发展潮流外，也期待让更多老师、学生借由交流与世界接轨。国际人才，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2024士林官邸局展从11月29号到12月15号盛大登场。今年以举办动物派对为主题，聚焦环境永续、菊花百科以及动物派对3大主轴，打造14个特色展区，更首次夜间开放到晚上9点，让灯光与花朵交织成独特的风情。台北市吉祥物熊赞与台北国际双语学校学生带来活力四射的开场舞蹈，为2024士林官邸局展开幕炒热气氛。今年以举办动物派对为主题，聚焦环境永续、菊花百科及动物派对3大主轴，打造14个特色展区，更开创许多新亮点，将环保理念融入花展，运用多种自然媒材，以不同生态气候区的景致与动物为发想，
搭配各式各样的菊花，打造缩小版的菊艺地球村，更首次夜间开放到晚间9点，让民众体验与日间赏花不同的氛围。我们今年菊展的主题是举办动物派对。那我们今年首次开放，就是在温室里面展示我们的大丽菊。大丽菊在里面就是可以长得更好。我们今年夜间开放会到9点，那也欢迎大家就是晚上可以来就是欣赏一下士林官邸的那个夜景。那个夜间就是我们在展区也都会有一些就是不一样的那个灯光的布置。那整个展区就是说，园区的灯光也有去做一些调整。那我们的动物派对，所以在入口的地方，就是由我们公园处同仁自己制作的那个熊，然后还有在我们驻警队前面也有同仁就是用竹编制的那个大象，也有很多就是用一些再制的木头去有金刚鹦鹉，然后还有主题园区那边有一些那个跟艺术家合作的乌龟，招潮蟹。像那个主题园区那个海龟，就是用一些海边的一些废弃物来编织海龟、招潮蟹，还有一个潜水夫。请启动！哇，出美丽的彩蝶。今年菊展再度与日本丽间菊花节交流布展，合作布置胡鹏引办台日友好丽间菊花节展区，打造一对3米高的造型菊狐狸，展现台日友好情谊。另外14个室内外特色展区也呈现出不同花园景致，带领大家领略菊艺创造的生命力。那我们有3大主题，一个是环境的永续，还有菊花百科，还有动物派对。刚刚我从这个大门沿路进来，我们同仁告诉我说，我们刚刚大家有在沿路上看到一些这个动物的这个装置，这些呢几乎都是我们同仁自己做的，自己做的，我觉得非常的难得。那我们今年的这个菊展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大丽菊那这是一个今年的亮点。那我们公园处也在多年的努力之下那这个精心的培育大丽菊。那我们今年的这个活动呢除了大家看到的这个菊花的这个这么多的漂亮的这个展示，那我们也结合了许多的活动游戏，还有我们结合了附近的商圈来共同参与，那有很多的优惠。我们希望借由我们的这个花展呢，带动更多地方的所有的产业以及地区的这个欣欣向荣。那丽间市它有一个菊花节菊花节大约在也是比我们会早一点，因为日本的台湾稍微凉一点。那各位也看到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些展示那现场有这个狐狸在日本是代表一个很有福气或是祝福的一种动物所以现场我们今天也可以一起来体验我们日本丽间的菊花节的氛围。今年的菊展呢有14个展区，还有跟日本的丽间市合作，现场的花海非常漂亮，而且来观赏的人非常多早上我们来的时候，这附近就已经塞车了，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年士林官邸的菊展，绝对会让你赏心悦目，度过一个快乐的欣赏花的一个浪漫假期。
我每一次的花展都会来哈，包括玫瑰花展、郁金香花展，还有茶花展、菊花展。那菊花展应该是年底的最后一档哈。我们从年初的茶花到年尾的菊花，一年四季都有花来欣赏。我觉得美丽的花朵可以让大家心旷神怡哈，所以我觉得市政府举办这样的一个一年四季的花展是非常好的活动，也欢迎大家出来走走看看，欣赏美丽的花朵。欢迎台北压轴花展2024士林官邸菊展，从即日起展出到12月15日，展期共17天。民众只要和展区中用自然媒材或回收媒材制作而成的动物们合影，就可以参加慧眼读菊抽奖活动，邀请民众漫步花展，与动物相遇，体验菊花的多样性与动物的迷人魅力。记者李希慧台北报道。每年的新北消防形象月历都受到民众的期待。2025新北消防形象月历正式发表，今年以消防猛犬伴你守护为主题，特别邀请新北市警察局警犬队与慧光导盲犬学校与消防员共同拍摄。市长侯友宜出席发表会，为形象月历宣传，鼓励民众踊跃支持消防月历做公益，捐助新北好日子爱心大平台，也帮助弱势族群加装助警器。掌声加尖叫声！欢迎第一位 January 1月先生出场。从1月到12月的消防形象代言人依序出场，也引起了现场民众的惊呼声。2025新北消防形象月历在11月30号上午举行了发表会，消防员个个身怀绝技，除了展现之外，还秀出好身材，还有美女消防员直接在台上热舞，大家一字排开，展现出消防员的热情活力。还记得你说家是为了城堡，随着大象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不要哭了，萤火虫在这里逃跑，相见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哇，左手，右手，来推离地，腾空，再一次，腾空，好了 ，Come on everybody approach， 运气灵神，八极拳。他的动作马步拳风，动作扎实，的枪拳力道无限。哇！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消防月历推出迄今已经17年，每年都吸引了民众抢购。2025年的月历不仅展现出消防伙伴的阳光、健康、守护民众的正面形象，更有享誉国际的血迹增搜犬福星，荣获搜救犬世界锦标赛全球第2的阿妹加入，非常有意义。他也感谢消防伙伴和工作犬们在新北市的救灾救护、刑事侦查上贡献良多，是新北市民的守护者，也呼吁民众踊跃支持消防月历。消防形象月历其实我们已经推了17个年头。最重要的是展现消防同仁热爱市民朋友这样一个精神、专业、能量，以及他们所守护的决心。那可以讲这一次消防同仁，我们的消防的英雄，结合搜救犬、导盲犬，还有我们这个搜救犬、导盲犬这2个犬只。当然，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民间的义消也都一起加入，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其实我们今年的整个主题是不太一样的。结合消防弟兄的阳光、正向、健康，再加上我们可爱的导盲犬以及我们的搜救犬，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义。新北市消防局表示，
2025消防月历自即日起开始，独家与全家便利商店合作贩售，一直到明年的1月31号24时为止，每本售价119元。今年各界爱心的人士认购活动一共有70万元，加上月历销售所得扣除必要的成本后，大约有30万元的收入，总计100万元将会捐赠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赠与新北市公益用途使用，请大家踊跃响应。记者吕其坤、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桃园购物节从即日起到明年的2月28号开跑，只要登录在桃园单笔消费满300元的发票，就可以参加抽奖。最大奖是1000万现金，还有4辆100万汽车、20多辆机车、机票等，总奖值将近2000万元。市府希望借由年节跟桃园灯会，带动桃园的经济消费。3、2、1，请揭晓！桃园购物节，桃园。桃园市长张善政跟代言人羽球金牌好手李洋共同揭开桃园购物节的大奖1000万现金，创下各地购物节最高奖金纪录。从即日起到明年的2月28号为止，只要在桃园单笔消费满300元，就可以登录发票参加抽奖。除了1000万现金，还有4辆100万汽车、20多辆机车、机票等，总奖值将近2000万元。市长表示，这次活动延长到2月底，就是希望借由年节跟桃园灯会，带动桃园的经济发展。大家都知道，说明年台湾灯会在桃园举办，所以我们这次抽奖的日期特别放到2月底，活动就是到2月底。那么灯会那个时候已经过了，所以我们期待灯会的时候会有不只是桃园，还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都会到桃园来。趁这个机会呢，希望他们在桃园多多消费。所以这次我想，企业界的支持赞助力道有不同于以往。因为看到桃园有这个灯会，台湾灯会的机会啊，真的是展现桃园优质商品的好机会，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刚才他们留了一个尾巴，说有一个最大奖，不要房子，要这个哦，要这个，这个是我们今年应该是国内过去没有的大手笔，这个东西首奖啊。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现金最方便使用，因此特别推出现金大奖，比送房子还实用。而且桃园购物节活动期间涵盖跨年、春节跟2025台湾灯会，全台民众都能参加。只要取得在桃园市设立登记的实体店家或数位销售通路所开出的单笔消费满300元的发票，上官网登录就有机会把大奖带回家。这个数字啊，买一个不要太大的房子够了。你爱买在哪里买在哪里，啊，所以刚刚我们主持人说的，这个比房子还实惠。这么多奖品琳琅满目，已经不用我再多说。我在这边就是特别谢谢我们所有支持的企业，让我们把今年到明年这个购物节办得有声有色，让不只是桃园，所有来灯会最近几个月，从11月已经几乎快要过了，将来接下来这3个月有跨年晚会。有农历年，有我们的台湾灯会，大家好好的来桃园，享受桃园的氛围，绝对不会失望。桃园购物节发票消费期间从11月1号起到明年的2月28号，登录金额每满300元就可以获得一个抽奖序号。从12月1号起到明年的3月5号开放登录。如果持第一银行桃园市市民联名卡或者是桃园市认同卡，还可以获得双倍抽奖序号，提高中奖机会。欢迎大家趁着购物节来桃园把大奖带回家。记者赖伟一投报道。继去年僵尸展爆红后，再度引爆话题。台南市美术馆推出全新展览《无望之境 The Fantasy Wonderland》，大胆挑战 BL 主题，带领观众深入探讨 ACG 架空世界中的男子恋爱关系，以及 BL 与社会时代变迁之间的关联性。2位美男子画像在展间门口迎接，引导大众观看男性之美。ACG 在美术馆中并不稀奇，但以男人之恋做主轴的可是头一回。
策展团队前往日本拜访出版社，与创作者会面，借展多件珍贵原稿。通常大家看到这些就是 ACG 的作品，都已经是它的成品。那可能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就是不是在原本的纸上，或者是他们可能是采用电绘的方式，所以已经是一些很精致完稿的状态。那再来就是我们也有去找到一些视觉艺术，就是他们是以绘画为主的创作者，他们就是选了 BL 这个主题，因为他们也有受到一些漫画这样子的影响。Boys Love BL 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常以理想美型样貌呈现。展览从1970年代少女漫画中率先出现的少年爱题材出发，带领大家探索 BL 如何从小众题材发展成独立类别。BL 呢，它其实主要还是针对女性，那它其实大部分的创作者也是女性，那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就是比较在架空的世界观中，世界观里面发生的这种就是男子与男子之间的恋爱关系，那跟实际上的同志还是会有一些就是落差，就是他们可能会免除掉很多这种就是关于现实社会中他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境，或是实际上的一些难题。除了纸本的描绘，其他创作者也以动画、游戏等多元媒材呈现男性之美和男子之间的情感关系。现场还有透过画面细节暗示的想象空间，让观者做有趣的互动。记者杨生怀谈的报道。第7届的美丽基隆影像创作比赛，基隆市政府举办隆重的颁奖典礼，府会贵宾齐聚一堂，共同来祝贺这些获奖的影像创作者，感谢他们的记录，发现基隆城市之美。黑渊制作团队，哇！恭喜黑渊制作团队！恭喜你们得到最佳影片的4万元奖金，也希望明年呢可以看到你们更多不同的作品，掌声鼓励，恭喜他们！那我们最开始其实是想做没有台词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想到要以动物为主角，然后最后我们有另一位同学帮我们想到就是基隆的市鸟其实是黑鸢，所以我们就决定以黑鸢为主题来做。因为会一直跑过来拍照，然后有时候还会拍到很累，但确实会更加认识基隆。我差不多把市区的路都摸遍了。透过这样创作，也带给同学一些历练，这样子。当然了，因为这样一定是会有历练，而且有这样的竞争，我觉得是一件好事。然后也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一下，就是说，制作的动画不是那么容易啊。爱之船的构图完善，它点活了正滨渔港。哇！来，可以得到3万块钱奖金，掌声鼓励一下！哇，恭喜恭喜！很开心，就是可以有机会参加今天的这次的活动的比赛。那我也必须说，这一次参加了这一张照片里面，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功劳，其实是里面那一个杜大哥、杜先生他的功劳。他是在地的八斗子人，那他自己有在渔船上面工作过，然后他退休之后，他就跟他的家人一起去兴趣的关系，所以他们就是亲手制作了电动小船。所以说那一招的爱之船真的是非常的棒。画面上就是由基隆市政府携手中嘉宽屏基隆共同举办的第7届美丽基隆摄影及影片创作比赛的颁奖典礼现场，邀请了在地的基隆高中管弦乐团进行开场表演。现场有市政府代表杨贵杰参议，基隆市议长童子伟、市议员吕美玲的秘书，以及市府纵发处副处长陈文昭、新闻科科长刘宇辰、中嘉宽屏基隆总经理李宇平，以及非常辛苦的评审团老师，共同见证了这一个颁奖的重要时刻。大家对于这一个比赛都相当认同，透过影像记录来发现更多基隆的美。摄影家跟影像创作者他们的视角特别不一样，我总觉得他们的快门、他们的手、他们的思考都是经过上帝特别祝福的。透过他们的镜头，那我们可以看到基隆的美清清楚楚地呈现在我们每个人眼前。我想我们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样的好机会，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赛得奖的作品，来让大家更认识不一样的基隆。非常谢谢我们基隆跟基隆市政府共同合作举办这样子的一个比赛，让大家可以看见我们基隆的美。
基隆的历史文化绝对是独特全台。那我们有山海美景，我们有人文故事，我们有历史底蕴。如果用这样的角度来拍出基隆的美，可以让大家，也可以让基隆人自己有光荣感，也可以让大家认识我们基隆。能够透过这些作品的表达，可以让我们全国的同胞，甚至全世界的民众，都可以更认识我们基隆的一个在地的特色，把基隆之美让大家更知道，更愿意来基隆这样观光。我提到让全世界都能看到基隆的美。昨天我们有发布一则新闻，是时尚仙人 Tilda Swinton， 她在台湾 Vogue 杂志在12月的封面是以 Tilda Swinton 到基隆的和平岛地区取景来当封面，也就是说，基隆的风景其实已经被国际所认可，可以跃上国际台面。那大家做出来的作品，其实真的就像我们基隆有名的石头火锅一样，就是它那个味道是非常的甘醇，是非常的能够让人能够回味无穷，能够回甘的。对，整个作品的围绕题材部分会偏重在我们的商港，然后油港这一些发展。那对于基隆市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个历史，那我们可以看到的美景，那也希望这样子的美景可以透过影像再推广到更多的地方。那这次影片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是用台语去做配音，因为对我们来说，就是基隆是一个很多拥有在地文化，然后跟历史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代表我们台湾的语言，所以想要用这种方式拉近更多跟我们的观众的距离。然后主要是在那个暖暖那边有一个夜市，那我刚好在那个夜市的附近，那刚好就是掌握到那个瞬间，把那个夜市很热闹、很欢愉的那一面表现出来。那我本身是非常喜欢摄影跟拍照，那我想要把基隆最好的一面、最美的一面、最生动的一面，那借由这个影片的这种讯息传递给大家。啊，你在外面要小心呢。啊，如果你想阿妈的话阿妈都在家里面啦。一个离家工作的孩子，然后他跟阿嬷的感情很深厚，然后他出去工作之后还是想基隆，然后就回来基隆这里。对，就是透过在这里实地拍摄，我们就看到了很多角度的基隆。担任评审的专家学者们相当肯定参赛者的用心，掌握主题，呈现出基隆独有美学的画面，也期勉大家未来能以更多丰富的视角与故事，把基隆特有的人文历史跟在地人情味用影像拍出来，让更多人能够看见这个具有历史深度的基隆港都。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惠培法师53餐摄影巡回展现在正在南台别院美术馆盛大登场，将展到2025年1月12号。这次展览以惠培法师担任佛光山都监院院长助理期间所摄影的108幅作品为核心，呈现出他出家至弘法的历程。每一张图片都蕴含无限的感人故事，并选出53幅作品，配上充满佛学智慧文字，让观赏者从生活中认识佛法。来自马来西亚槟城的惠培法师，多年来用画面记录执事、修行与参学的过程。他所记录的每张照片，特别将佛法的智慧与观点融入影像当中，传达佛家的慈悲以及他独特的见解。53餐摄影巡回展15日来到了佛光山南台别院展出。这个展览有108件的作品，那里面有53篇文章的故事，搭配我们佛光山的活动照片，来展出。那主要的目的呢，就是透过这53篇的新的报告跟我的照片，来透过这个内容，让大家更了解我们人间佛教弘扬的角度，来呈现我们佛教跟我们现代人生活的一个接轨，让大家更理解佛教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是可以实践的。南台别院特别举办盛大的开幕典礼，邀请许多功德主到场观礼，并由南台别院合唱团带来歌曲演唱，现场气氛温暖幸福。佛教
画面都是我们熟悉的，甚至呢，我们也参与其中。那里面呢，有很多感人、温馨的，也有禅的宁静，也有呢非常令人震撼、感动的一些微妙的细节。慧培法师53餐摄影巡回展，展期至即日起至明年1月12日，共展出慧培法师108幅摄影作品，其中有53件摄影创作，还搭配了充满佛学智慧的文字，相信一定会让观赏者从中感受佛家的慈悲心怀。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为了行销冬季的和平岛地质公园之美，园方特别鼓励摄影爱好者来参加捕捉你的浪摄影比赛，收件时间到明年的1月15号，总奖金超过6万元，采线上报名，欢迎民众一起来捕捉属于你的浪。基隆冬天海边的浪花到底有多美？和平岛地质公园为了行销冬季特色，特别举办捕捉你的浪摄影比赛，欢迎摄影爱好者来拍下浪花之美。市议员许瑞慈相当肯定这项活动来推广和平岛公园的冬季之美。和平岛公园它除了就是可以玩海，甚至玩沙，那现在还可以玩浪，因为它的地质地形的关系，它海浪跟浪花的一个交错，其实在不同的季节都有不同的美丽样貌。那我之前也很喜欢来这边带着宠物一起散步，甚至是在这边随意的拍摄，都可以有非常美丽的画面，能够让大家宣传一下我们基隆市，尤其是我们的中正区，我们的地质地形，甚至也是可以带国外的观光旅客来这里介绍我们基隆市。我第一个都会介绍我们的和平岛，因为它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漂亮。来到和平岛这边的时候，你就刚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2300万年的岩石，然后搭上白色的浪，会是非常壮观的美景。那观浪呢，其实一定要安全的观浪，所以我们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和平岛是一个非常安全观浪的地点，所以呢，也让大家呢透过摄影可以把这个很美的地景呢，加上海浪呢，可以把它记录下来。那我们的摄影比赛的话呢，总共会有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摄影比赛，那会有专业的评审来为大家做评分，然后呢也会有很丰厚的奖金。那总共会分成专业组跟学生组，所以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人气奖，那刚刚的那个专业的摄影奖的话呢，是从即日起到1月15号。然后呢，另外的人气奖就是我们会从中间挑几个就是真的很美的景色20张，然后呢让在网络上面让大家去投票。所以呢，我们最后希望可以投出非常具代表性、代表基隆很美麗的白色和平島的畫面。然後這個活動的話會到2月28號，歡迎大家一起來參加。捕捉你的浪。捕捉你的浪摄影比赛分为专业组、高中大专组还有人气奖3大奖项，即日起到明年的1月15号采取线上报名，总奖金超过6万元，欢迎喜爱拍照的民众踊跃来报名参加。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台南市的国小正在积极推广食农教育，但因为市区学校空间有限，所以崇学国小结合公司资源，斥资300多万，利用货柜屋打造食农教育教室。从学校营养午餐出发，除了希望学生好好吃饭以外，也透过跨领域课程，让学生有适时、爱食、惜食的观念。2、1，请检查。在校内外人士的见证之下，台南市崇学国小满心欢喜食育教室正式揭牌启用，运用货柜屋空间改造，加上料理台、系统柜以及专业蒸烤箱等硬体设备，希望学生学习到健康饮食观念。我今仔日有带鸡翅、高丽菜，还有鱼啊。透过咱这个食育教室来讲。会当呢实际咱教囡仔来做烹调，无论是伊会促进伊伫厝里嘛会当亲子这个会来煮食。学校打造食育教室，不仅提供师生优质的学习场所，也可以提供学生参与学校午餐菜单设计，推行 PBL 问题导向学习课程，鼓励学生探索不同的烹饪技艺。我会甲编入咱5年、6年的课程内底吼，伊每一个礼拜拢有1节课，会使互伊来遮简单，伊
希望讲伊伫比较进前，会使煮一个便当盒啊，等于互因老爸阿母感受一下嘛是希望讲以后佫会使佫加长再加深的课程来互佫愈侪囡仔对这方面有兴趣的囡仔会使来发展。台南市重视饮食教育扎根，全国首创推动餐前5分钟，由营养师共同开发152部影片，设计37个主题教材，希望让学生能够好好吃饭。记者盛怀台南报道。心房震动是最常见的心房心律不整，容易造成脑中风，中风几率是正常人的3到5倍，死亡率是正常人的2倍以上。过去的传统心房震动电烧手术，因为时间长，相对也会增加并发症的发生。现在奇美医院引进脉冲场消融电烧，不但缩短手术时间，而且也提升心房震动手术的安全性。心房颤动电烧手术对心率的控制与心脏衰竭提供很好的治疗方式，但过去的心导管消融手术，不管是射频烧灼或者冷冻球囊的消融，因为手术时间长，不管是热能或者冷凝，会影响到肺静脉或者心脏周边组织。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奇美医院特别引进脉冲场消融电烧，不但提升心房颤动电烧手术的安全性，而且也大大缩短手术的时间。心房颤动电烧有从年纪轻到年纪大都有可能发生，它大部分是一个老化性疾病所以它随着年龄老化，它就会有一定的比例会发生1到2%，那年纪更大当然更高。那当然在年纪大的话，它就会考虑很多像是需不需要全身麻醉或者是它对于周边的组织的伤害多少，时间的手术时间因为我们用那个以前传统热能电烧，可能要加上全麻，可能要到3-4个小时的电烧时间，那才能做得很完整。那冷冻电烧可能会缩短到1.5到2小时，那脉冲场电烧有可能再缩短30分钟所以这样对病人来讲，在手术的时间的减少来说是更理想。那心房颤动电烧其实它不外乎产生中风或心脏衰竭，或未来那个传导系统的变差，需要节律器，那种造成心脏衰竭，缩短手术的时间，会对病人的一个安全性会大幅的提升。核爆的时候会有一个叫做电磁波的这个消磁的这种效果，那它等于是把这一个心房震动这种不正常的电气变化呢，把它化而无形，但是对心脏组织呢没有实质上的影响，这也是科技的进步。那么因为呢这是一个时代，那么医疗科技的大进步，所以奇美医院呢在这个心律不整的消融电烧手术上，我们就打算引进这个最新的技术。奇美医院心脏血管内科医师李维杰表示，其实脉冲场消融电烧手术并没有年纪的限制，完全以病人的需求为主。如果有反复心律不整、心脏功能下降，都能够考虑，避免越烧越多对心脏不好，而且对心脏衰竭及后续生活品质的控制也能够提升。记者林盈根台南报道。台湾是美食天堂，各地都有许多隐藏美味。本周首先要带大家来到高雄三民区有家汤包店，原本只卖汤包跟蒸饺，后来陆续研发各样的港点，深受民众喜爱，并与外送平台合作，让更多顾客可以吃到首都的美味。而店家的招牌汤包皮薄多汁，一口咬下就会流出满满汤汁，让顾客吃下肚超满足。工作台上的蒸笼里面放着各式各样的港点，位在三民区的这家汤包店，除了招牌汤包之外，还有烧麦以及流沙包等各种手作港式点心，通通现点现蒸。老板娘对烹调的时间也有相当的坚持，每笼蒸9分钟，维持餐点的最佳口感。店里起初只卖汤包以及蒸饺，之后一一研发各样的点心，提供顾客更多选择。真的很新鲜，很好吃。我通常来都吃汤包。我都吃那个鲜肉包啊。我给他讲一点，小好吃。猪肉都是用台湾猪肉，都是新鲜的猪肉，然后都当天做的，当天现包现卖。
我们现点现蒸是主要是维持那个口感跟热度，刚开始没有这么多，刚开始是汤包跟蒸饺啊，慢慢增加，我们慢慢一直研发出来啊，觉得客人都很受欢迎。来自中国的老板娘与丈夫共同经营，并与外送平台合作，让客人不出门也能吃到美味的招牌汤包。喜欢吃辣的顾客也可以搭配业者自制的辣椒来提升风味，吃起来更加美味。啊，因为想说回来做这个店是我们自己的店啊，然后回来做的话还可以顾得到小孩啊，所以想自己创业在这边做嘛。后来我老公也回来帮忙啊，他本来就是做厨师的。啊，所以他回来就研发了很多新的口味。这个我们辣油还有我们的酱油，辣油是自己做的啊，它酱油不会很死咸，就比较有点偏甜。夫妻俩用心制作每一种手工港点，并不断研发新产品，带给顾客更多元的选择。同时，也透过外送平台，让更多民众可以吃到这份手做的美味。记者潘志光、陈英君高雄报道。以上就是本周的中嘉新闻周报，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